请收看台视新8点档《梦乡》。你感觉对无爽快，啊？无啦。安尼加休困一下，医生讲哦，你一定要加休困一下，较好啦。嗨啊！困一下。我困规工，叫我坐一下无？好啊。唔好关掉。嗨啊！阿姐啊，多谢你吼，多谢你，我甲阮阿爸甲咱阿母讲。这毋是我的功劳啦，这完全拢靠伊家己。阿妹，你好好休困，我先来走。哦。老好，多谢啊。我较知呢。经历过这件代志了后，阿梅甲阿海头一摆体会人甲人中间的包含甲谅解，就敢若是拄仔孵出来幼婴仔同款。虽然真浅涩，但是充满了希望。春天来啊，春天嘛真紧就过去啊。1960年的秋天，林家加一个查某孙，平家嘛添一个查甫孙。这两个囡仔差不多同时出世，一个是出世伫个医生馆，一个是出世伫个厝内面细海讨海。囡仔袂当来选择爸母，好亲像富贵是天生的同款。阿梅将囡仔互做日生，因希望这个囡仔会当甲日头同款，互皮甲以后的生活愈来愈亮。头家娘也因为雅云这个查某孙仔的出世，互伊的日子愈来愈充实。好亲像嘛袂记哩过去的恩恩怨怨。但是头家娘万万想袂到讲，暮春却是同款瞒着所有的人，继续做着互头家娘上界烦恼的事业。咱若毋是讲要行这
条啊，一条无爱行啦，咱两条拢甲试看卖，恁看安怎？这个方法不错啊。好，既然大家拢无意见，咱就来今仔日的决定吼，拢来写在纸的顶头，大家踮在顶头签名，好不？好，好，来。物件藏在遮，是为着万一吼，若出代志，互调查局的人查袂着证据。我知影。这件代志，敢咱两个知影。以后吼，若算讲有出代志，咱拢袂用讲的，无吼会拖累所有的朋友。我知。我就讲。好。老师啊，你在创啥？无啦。地米摕来啦。哦，真对。一年了后，林家又搁添一个查甫孙，伊的名叫做静文。木村已经是两个囡仔的老爸啊，伊慢慢啊感受到伊将来毋敢仰望的幸福，但是对伊来讲，愈幸福就愈惊吓，因为伊毋知影什么时阵伊会失去一切。拍摄，借问一个，啊，你是？我姓唐，你应该就是林茂春的太太吧？是啊。请问你是啥？我是林医生的老朋友啦。啊，茂春无伫咧厝，伊伫咧诊所的啦。我是来找你的。多谢是，啉茶啦。谢谢。茂春的朋友遐尔啊多，可能我袂记得我有看过你啦。就是因为咱毋捌见过面，所以今仔日我才专工来甲你拜访。请问董事是，你找我有啥物代志？坦白对你讲啊，我是在调查局里面做事的。调查局。我想请问林太太，你都知道你先生在做些什么吗？伊逐工拢伫咧诊所共人看病啊。伊是毋是从金华遮转来？你敢知影伊拢去倒位？我毋知影呢。伊无对你讲哦。董事是啊，我想你是找毋着人啊啦。茂春即嘛是一足单纯医生呢，啥物代志拢无咧查啦。看来你先生也知道他做的是见不得人的事，所以才都不敢告诉你喽。你和我白讲啥啦？你到底想要安怎啦？我想以后才特别来甲你提醒。你厝内底有老大人，有囡仔，应该生活得很幸福、很快乐才对，千万不要随便的就糟蹋。你讲这话什么意思？我想以后再给你提醒。我蔡丽替李医生生了2个那么可爱的小孩子，李医生如果再不检点，这2个囡仔早晚就变做孤儿了。囡仔人就是安尼，食饱困，困饱食。我困就困。嘿啊，啊，不然现在老表海啊来厝的啦，做伙食饭啦。哪好意思啦？客气的人哪是咧客气啥啦？哎，钱啦。对吧？你是安怎啦？阿母，对头有一个四动的，伊讲伊是调查局的啦。调查局？厝毋知做啥物代志，调查局我提告出来。阿妹，啊你要创啥？有啦，我著甲这资料整理理，啊，趁即嘛无病人伫的，我起来看看呢。阿妹，你已经有够忝啊！日时啊无闲诊所的代志，暗时啊搁爱去照顾恁一家人。你若毋趁这个时阵好好休困者。唔免啦，咱这也毋是啥物错当的代志啊，我来整理理就好啊。
芳姐，你来来。爸，阿妹，大门去乖乖的，今仔无要看诊啦。阿母，啊你真是。阿妹，你还讲唔气是无？无错，我问你咧，你最近常常无用到3更半才入，你到底是咧创啥哈？无创啥，我是去找几个朋友开讲。你还阁想要骗我？阿母，我也无骗你啊，你莫黑白想啊。你到即摆才想要瞒我？人咧调查局的人已经出门大户来到厝的，伫咧威胁村长啊，你知无？春蝶，来找你的是毋是一个姓董的？有讲啥物无？伊问啊一大堆，我煞完全应袂出来。伊佫讲，叫伊讲紧放手，若无咱的囝都无阿爸啦。真正是小人无错。你若无犯法，人哪会安尼做？阿母，我根本就无犯法，我只是甲一寡朋友组织一个读书会，大家互相咧讨论这册内底的内容尔。调查局的因无代志，迄是因要管因仔事，因无道理啦。无存啥的啊！啊，你也毋是毋知影啦。迄调查局也要讲啥就讲啥，伊哪有可能甲你讲道理啦？无春，你敢毋是有答应我，讲你无爱去甲人插政治啊？你是安怎来言而无信啊？你都明知我这老母搞操犯，你是安怎拢唔听我的话？今日若毋是调查局的人找我对厝的来，你是拍算要搁问我，甲当时才要互我知影？啊？讲啊！你是安怎唔讲话？阿妹，你是毋是早就知影这件代志啊？啊？你甲你阿兄伫个诊所内面，安尼规工伫咧出出入入，你是毋是早就知影？你无阿母知影对无？你讲啊！是安怎连你也唔讲话？是毋是你也伫咧隐瞒我？啊？你也甲你阿兄同款，拢伫咧骗我是无？你讲话啊！阿母，你来别阿妹啦，伊啥拢唔知影。对啦对啦，亲嘛，阿妹有哪捌代志啦？遮尔重要的代志，伊若是知影，伊哪有可能无甲你讲咧？阿母是的啦，阿兄读书的代志我拢知影。你我甲我讲，阿母，阿母，无春拄好对日本倒来的时阵，伊有一遍伫外面，互人伫咧头壳讲啊大空细里倒转。我一个问伊，你竟然替恁阿兄讲白菜话，伫咧骗我。即摆恁阿兄伫外面甲人组织读书会，你还阁替伫咧暗藏。阿妹，我将你当作是敢若我家己亲生的查某囝共款伫咧听你呢。你竟然安尼咧报答我，阿妹啊！你实在是互阿母足失望的。阿母，俩你生气的人是我，你莫来脾气拢发咧阿妹的身上，这一切拢是我家己选，是我叫阿妹莫讲。你若要骂，你骂我好了。你还搁咧替伊讲话？你敢会晓替你小妹身上？你敢会晓替你小妹讲话？你有想到我这做老母的无？无错，你
即摆是有某有囝咧，你是安怎拢要去关心遐甲咱无关系的人？关心你遐的朋友，你敢有替我这做老母的小想一下？你敢真是都爱看我这个做老母的送家己的后生上山头？安尼才会讲关心我。阿母，无错，我求你啦，莫搁你阿母啊伤心啦啦。你爱读书是无？你应该踮咧厝里读啊，哪着爱去外口办啥物读书会啦？春潮，我想袂到你竟然会讲遮尔自私的话。读书是为着啥物？是为着要培养起来别人斗相共的能力。我若逐工得米的踮咧厝里读册，册读搁较济，有啥物路用？讲无一定哦，我比一个无读过的册人搁较不如啦。你甲我点去！啥物叫做自私？你敢若为着你的理想，你拢无替我这做老母的想者，你安尼就无自私是无？无错，阿母误会。我实在是袂甘要逐工搁为着你的代志，安尼伫咧提心吊胆过日子。所以阿母拜托你，你互我顾正一下好无？你莫互我后半世人目睭刻去要行时阵会当走一个较安心的，好无啦，无准。阿母，你敢知影？我若无去想着你，我今仔日就袂留在这厝内。阿母，你爱我留在你的身躯边，我也留落来。你爱我过身，甲岛上同款做医生，我也做到。你爱我带某生囝，我也照你的意思去做。你袂，我拢互你啊啦。啊，毋过阿母。就算我来你拜托，我来你求啦。我活在这世间，敢若剩一点点仔的趣味。敢讲你连这点我生命的意义，你就想要摕走？我春啊！我春下来，春下来。阿母，你休困一下，莫黑白想啊。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靠困无剩啊。王伯，爸，啊，你敢有你着无剩啊？阿妹，恁老母安看起来心情敢若无好无？咱先出来啦。你是安怎要隐瞒我？你明知影这件代志，你啥物搁较重要？敢讲就因为无错不准你讲，你就替隐瞒到底？无错为着一个无实际理想，你无顾厝内人，去外面甲人拼生拼死，你做人的想话。我苦干咪无担起，你搁将我放在旧在去，一定要替阿妹。阿妹，你即马共我是做人的人，你敢袂当体谅着做老母的心情？阿妹啊，你嘛甲恁老母应一声。你嘛知影这件代志吼，毋是小可哦。你遐自头到尾拢啊滴点点买哪会用伊？你若
有啥物委屈，叫你讲出来，恁老母会替你做主啦。我听遐阮妈母，生伊无想要阿母伤心，我无想要搁听任何借口。阿母，这毋是借口，这绝对毋是借口。我会当体会阿母遐心内苦心，而且我嘛感觉，我嘛感觉遐做也无对。你敢知你即摆是伫咧讲啥物？啊？阿母，我知影你真生气，但不过我嘛听阿兄讲，伊讲会要完成岛上只是人无法度完成的代志。阿母，岛上要过申请前，你嘛有看到，伊嘛有真侪遗憾，真侪无法度完成的代志。伊嘛有讲过，伊讲救人算啥物？救小孩才重要。是安怎岛上？一直都唔敢去日本找阿兄，是因为伊惊阿兄来责备。阿兄就是因为无互你伤心，伊才决心要留到你的身躯边。咱读书的代志，毋是干阿兄的理想，嘛是岛上的理想。今日若无岛上就无好，所以阮会使无继续支持阿兄继续行下去。阿妹，你敢知影生活伫这个所在，除了意外、甲辛苦必定，阁有啥物会当夺走一个人的性命？就是政治，政治。这几年来，我逐工都惊遐伫咧过日，因为我足惊的，我惊讲我的翁婿甲我的后生，会因为插政治，有一天会让我死无葬身之地。阿妹，你无应该阁提起这个往事，因为这就是我心内恐惧甲悲哀。为着这，我互恁岛上联络；为着这，我都爱甲我的亲生后生分开12年。我甚至连讲到伊的名都袂当讲。我足无容易，才等爱讨糖。啊，毋过不管我安怎爱求伊，我感我是一个袂当了解伊，还阁是制造伊痛苦的人。我嘛才是一个查某人尔。我的愿望是足细足细，我所追求的，不离个是平凡的幸福而已。啊，不过自从你来到阮林家了后，这一切都拢一点仔一点仔破过去。阿妹，我从今仔走出去，我唔知伊当时才会阁倒转来。我可能会永远失去一个后生。阿母，你无可能失去，你嘛无可能失去我。阿母，我甲阿兄，阮两永远拢是你的后生甲你的查某囝，永远拢伫你身躯边。阿母，你莫想遮多好无？你一直咧误解我，你老当我身躯边有啥物路用？是啊，恁足伟大，
你甲无春，甲恁斗相，恁有恁伟大的理想，我较自私啦，我啥物都毋捌。我若带恁来小姑边，我敢若会甲恁滴骹半手尔。你哪会讲？你明知我甲阿兄拢无安尼想啊，无？我有话过来，我甲你小姐。伫即摆开始，我无希望你搁出现伫迄林家，我嘛无希望你搁出现伫迄诊所。不，你莫安尼好无？不，你替我讲好无？阿妹，我心内迄个歹过掉是正确的，你敢若为阮林家带来不幸了了？阿妹，为着无春，为着阮林家，从今以后，我永远都无爱搁再看到你。都亲像讲是阿母，最后一摆，拜托你好无？不，你莫安尼替我讲阿母，好无？我拜托你。我来讲啦，恁阿母即摆当风火头，过一阵嘛就好啊啦。啊，你心肝内吼，嘛免遐尔艰苦啦。啊，无安尼啦，啊无你赶紧想办法，啊去考卷即个无春小爷紧回头啊。阿爸，管我即马吼，甲你讲啥你也无法度接受啦。要毋过吼，毋是干恁阿母啦，其实吼，我嘛足无赞成恁阿兄去插迄个政治的啦。迄是真危险的，毋管是对还是毋对哦，迄拢无价值啦。啊，我拄啊吼，啊入这个无春小爷啊，入无着啦，啊嘛毋知影伊安尼倒去起来，伊会走去倒啊啦。也若无吼，我嘛想要甲讲，毋管伊心怀安怎想，伊嘛要顾虑着恁阿母的心情啊。啊，做人的爸母吼，难免拢会去关心着时势啦。是讲这无春小爷，伊要做啥就做伊去做就好啊。啊，拍着啊，甲恁老母安尼吼，这拆破面咧。阿爸，你先去甲我抱一下，我来找阮阿兄一个。好啦，紧去啦吼。啊，虽然这是吼林家的家内事啦，要毋过上歹无吼，咱尽点仔心，啊去考卷这个无春小爷倒等，安尼也是对啦。阿爸，我来去。好。你是来跟我转？阿兄，阿母真惊兄，伊嘛真伤心，伊惊伊永远失去这个囝。做你放心，我袂离开的。既然当初我决定要留恋，我就袂放松阿母，甲厝内的人。那安尼我就放心啊。做你放心啦，我会转去。啊，毋过从今以后，这间厝会变做我的店家，我永远拢逃袂开的店家。好佳哉，我阁有诊所用得去，因为诊所有你伫的，至少，还阁有你会当陪我讲话。安尼也好啦，我嘛较有勇气，继续踮咧恁家住落。
阿妹，咱来转。阿妹，你哪毋惊？阿兄，你先转去啦。对啦，你出来遐久啊，嘛应该啊转去。非伫咱明仔载搁会见面，会当看到你，是我上欢喜的代志。我可能互你失望，可能我一世人都无法度转去林家，嘛无法度去看到你。阿母，无剩转来啦。阿母，无剩会知影用着啊，你著莫阁生气啊。袂晓想也好啦，袂晓想也好啦。反正我想要讲的，甲会当讲的话，我拢已经讲啊。囡仔大汉啊啦，是顾袂大啦。讲着道理是比我较敖讲，我讲袂赢伊啦。会晓想也袂晓想，就看伊家己啊。会啦，无剩一定会好好反省。阿母，你莫甲伊计较啊。啥物叫做反省？无剩。毋是我袂晓想，是我想袂晓。毋是我爱插政治，是即摆政治哦太无道理。你即摆咧讲啥？你的意思是你完全还阁无想要反省？阿母，真是的。无准，无准，准是好啥无？你阿母顾真济好无？我求你，阿母求你好无？你阿母拜托一下，我求你，无准，你听阿母的话好无？我求你，无准。阿母，我多谢你后生。敬阿母，我也替你心灵事。就算讲小欠这，我嘛应该还清啊。阿母，你若感觉无共，你就当作你将来，毋捌死给我这个后生。无准，无准。你莫走好无？我袂走，啊，毋过啥物就免想要留别个恁家的厝啦。你莫讲这款话啦，我足惊你知影无？无你伫我身边，你叫我要安怎？一个人面对阿母的悲伤啊！你放心啦，你袂一个人去面对未来。厝内有你、阿梅，佮三个孙的做伴，阿母算讲一时的伤心。时间若久，伊早晚会来失去后生的伤痛来袂去。阿母无可能会袂记，你也这是一世拢无可能袂记的代志。而且，若总讲伊真正会袂记，啊我咧，你叫我一人要安怎活哈？你有阿梅这个好朋友伫的，你若有代志，阿梅一定会来斗相共的。思念一个人，
就算讲是上好的朋友，也无办法斗相共嘛。搁再讲，阿妹袂搁倒来咱林家，因为阿母不准伊搁逐日来林家煮脚煲。你讲啥？阿母哪会用做这种代志啊？你为什么无阻挡阿母啊？阿母把阿妹转来，都是为了你啦。我原本想讲，你若是听阿母的话，莫搁插政治的代志，阿母就袂怪阿妹，替你隐瞒。谁知你？这件代志甲阿妹无关系啦。阿母根本就是牵拖阿妹，你是阿妹的好朋友，你哪袂替伊讲话？伊需要你的时阵，你哪袂来斗相共？阿母真生气啊！啊，毋过讲哪讲，阿妹嘛是阿母的养女啊。过两三天，无一定阿母气就消啊。你免烦恼啦。你声声句句就是阿母啦！你干那看阿母的面色，阿母凭什么对阿妹生气啊？你为什么袂去替阿妹小受看卖啊？阿妹受到这种委屈，你为什么袂去替解释？你敢遐怪我？你敢遐替阿妹说啥？你敢你为阿妹受委屈，啊我的委屈嘞？你敢有替我受过？你为着阿妹计成安尼，啊我嘞？你敢有替我受过？无错。你敢知影？若是你发生啥物代志，我会用我后半生去思念你，我会失去我一世人的幸福，你敢知？为什么？你对我遮尔啊无公平？我一点仔拢无感觉你对我的爱，你对我的情。是的啦，我不应该对你安排。啊，不过我求你啦，你听阿母的话好不好？这件失去你的，你知无？这一切你拢会怪我。啊，不过，为什么你不爱找我参事？为什么你大主大来调查局的代志，去来阿母讲？阿母会失去一个后事，因为阿母即摆会更加搁失去一个查某囝一个婿。这一切代志根本就未发生。无错，调查局的人来咱兜的时阵，我心内就乱。我唔捌拄着这款代志，我嘛唔知影要安怎处理啊。无错，你搁无伫啊，我敢若找阿母参详啊。我安尼做敢唔对？你无唔对，啊，不过你安尼做，阿妹本来好意要替我安排，伊的好意却变做一种罪，就是因为你安尼做，阿母才无法度原谅阿妹。春弟，你敢知影？只要你加想者，加考虑者，只要你找我参详，代志就完全无共款。阿母嘛袂遐尔相信，阿妹嘛袂叫阿母赶出门。无错，无错，无错，无错。为你袂吃袂困，爱你一个人，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保证，过两天就无代志啊，吼。你阿母的个性，你也毋是毋知影啊，大概拢嘛安尼。也不过这边的情形无共款。啥物有共无共？搁再讲，我感觉这件代志，伊应该袂使怪你才对呢。
讲伊足有牵拖。无怪阮阿母会怪我。阮阿母一世人上烦恼，就是阮阿兄去插政治，想尽办法要叫阮阿兄结婚生囝。伊想安尼看会当甲留咧阿林家，记乖乖做医生。谁知伊上烦恼的代志，点都在发生。讲实在，一个是恁阿兄，一个是恁阿母，你业定两个人之间，迄讲有偌为难就偌为难呢。讲实在，我真替你不服。恁阿母搁安那受气，嘛袂使讲不准你转去啉咖。阿妹，毛子大哥，你来坐啊，哈，免坐啦，阿海啊，阿妹招我坐，我有话要甲伊讲。是恁小妹呢，搁爱用笑的。嗨啊，你先小顾者，我参阿兄出来，你们转来吼。伊就电因阿公房间耍啊。你莫会吵着阿爸，小来看者，我你们转来。阿母不准你转去林家的代志，为什么你不爱甲我讲？我所有一切，拢是阿爸阿母给我。阿母若叫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遮尔无你的要求，你也甘愿去做？自从我来林家，就发生遐尼侪代志。我细汉的时阵，阿母常常因我的代志，甲阿爸起冲突。即摆连你，都违背阿母的期待。自头到尾，我敢若天咧说相，我拢无去想着阿母的心情。我真正是辜负阿母对我的爱。只好该收心。阿母讲了无毋对，我干来互恁家倒来不幸，所以我只有接受，我无啥物通辩解。你当然会用辩解，为什么你遮尔啊忍命？就算讲你无来林家，这寡代志嘛是会发生的。你为林家带来，毋是不幸。若毋是你，阿爸的心内会充满搁较多的罪恶感。若毋是你，我根本就无想要踮咧林家搁住落去。阿妹，阿妹敢有伫？拄仔才甲无厝头，我出去尔。嗨啊，啊你敢知影去倒？我有代志要找无春啊。我是毋知用会去过，但是有可能去海边啊。啊你敢有闲？我带我去无？无我。阿爸，阿爸，囡仔替我顾一下吼，马上转来。好啦。哦。是的，我无应该怪你，这也毋是你的毋对。啊，毋过你知影吗？我听到阿母不准你转去林家，我这条心就敢若沉落海底，规个人拢戆去，我毋知影要安怎才好。我就是林家还阁有你伫的时，我就袂遐尼啊寂寞。啊，不过即马连你拢无伫的，我的日子要安怎阁过落？
应该娶出去，我应该娶的人是你，我应该娶的人是你，我应该娶的人是你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！是较早母摕去咱的婚事的时阵，我就捌想过，我咧想讲，假使我来你家，人是你的小孩，是毋是会变成你的某囝？毋过咱就敢若你讲，一直拢小出门。愈行愈远，即摆咱个人有个人家己，咱应该做的代志。假使讲，咱无法度做阿妈母，其实做兄妹仔嘛是一种幸福。安尼，放我袂记。你放手啦！村长啊，你莫遐激动好无啦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阿梅是我上好的朋友，伊哪安尼对待我啦？哎，阿海啊，因两个代志，你敢我唔知影？你讲话啊！你敢是查甫人？阿海啊，阿梅敢无剩两个过去，你敢我拢唔知影？啥无过去啦？每一项拢嘛有过去。今仔只是咱无拄好去拄着两个人过去，更加无拄好就是一个是恁翁，一个是阮某啦。你感觉拢袂生气？你忍受袂了，我忍受袂了啦！因两个拢在骗我，因两个拢在骗我。村长啊，你莫渣啦！你是要创啥啦？我拜你拜托哦，今日代志你千万唔通讲出去哦。哦。你哪会遮尔讲啦？村长。大美女，绝对是清清白白的。为什么还在意阿妹？啊？那这款代志要过去啊？为什么我无感觉你对我？你做啊？为什么啊？阿爸莫安尼啦！我是有会用，我听你出去袂用。哎呀，遐乌龟我用点解你头仔摆顶起哩啊？你是要做乌龟做偌久啦？阿爸，我相信阿梅甲毛村大哥之间已经是清白的啦。你无发生这款代志，啊你还阁对着点，是造谣，无路啦！我两真正是清白的啦。你两个根本就毋是兄妹啊！你莫阁骗我！我自尊到倒位唔对是？你将我一个金孙害到变安尼，我自尊受到也唔对是？阿母，我求你，我你话你看一下我。你无资格救我！请问你已经互恁害到，伊一世人拢甲人袂比拼的，安尼还阁无够是无？从今以后，阿妹毋是阮林家的啦，林家嘛无伊这个查某囝。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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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天光不敢起床，不愿将梦拍断，梦中声声句句，问你敢有想阮？